各位弟兄姐妹，大家早安！我们要来进入撒母耳记上第22天的共读。今天早上要请米原执事来带领我们大家做开始的祷告。亲爱的天父，感谢你赐下新的一天，让我们能够在这个早晨能够分别为圣，单单的献给你。那也求你安静我们的心，使我们能够渴慕你的话语，被你的同在充满。谢谢你听孩子的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圣名祈求，阿门。阿们，好，谢谢。我们昨天从撒母耳记上的第20章来看见大卫和约拿单他们两个人都有继承王位的这个资格，但是却在主里面成为知心的朋友，是朋友也是战友。那约拿单面对父亲扫罗和面对好友大卫，后来约拿单选择以忠实来面对，那就是来支持在大卫这一边了。那扫罗对大卫的恼恨呢，甚至连约拿单也想要杀，因为谁只要挺大卫，扫罗都是非常的怨恨，所以也看见扫罗的生命里面的软弱，也没有彻底的对付罪，所以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可能像是扫罗这样子的软弱，也需要求主来帮助，能够彻底的对付我们自己的罪。约拿单对大卫无私并且投诚，并且不是以王位权位来谋算，而是交托还有信靠神。我们今天要继续来看撒母耳记上的第21章，大卫继续对扫罗的逃避，要先请米原来带我们读第1节到第6节。大卫到了挪伯的亚希米勒祭司那里，亚希米勒战战兢兢的出来见他，说：“你为什么独自到这里来呢？”大卫说：“我是奉王差派到这里来的。王告诉我，不要让任何人知道我此行的任务。至于我的部下，我已吩咐他们到某地见我。现在你有什么吃的没有？给我5个饼，或随便什么食物。”祭司回答：“我没有普通的饼，只有圣饼。如果你的部下近日没有亲近过女人，就可以拿去。”大卫说：“当然没有，我的部下即使有普通任务在身，也都照礼仪保持洁净。更何况今天有特殊任务呢？”于是祭司把圣饼给了大卫，因为他只有献给上主的圣饼，是刚从圣桌上换下来的。好，谢谢。那我们从当米甲告诉大卫要离开家，要开始逃难，那我们可以发现大卫他第一个逃的地方是去拉玛来见撒母耳，第二个去的地方呢，就是来见这个他的好朋友约拿单。那第3个要见的地方呢，就是到了挪伯亚希米勒的祭司。那亚希米勒是谁？挪伯是他这个地名叫做水果，或是叫做高地。其实它离耶路撒冷非常的近，就在橄榄山的附近。那也是离这个大卫逃跑之后，从基比亚逃去拉玛，又回来基比亚，然后又离到了挪伯。那亚希米勒呢，就是亚希图的儿子。那亚希图就是以利就是以利的孙子，所以亚希米勒就是这个以利他接续以利就是撒母耳的老师的这个工作。那所以可能这个大卫先见撒母耳，好，那又见约拿单，那现在再见亚希米勒，好，那他就是寻求祭司的帮助。那在亚希米勒他还有一个兄弟，应该是哥哥，叫做亚希亚。那我们曾经在14章也有也有介绍到他。所以大卫来到挪伯的祭司这边，那向着这个亚希米勒来寻求协助。但是从亚希米勒对大卫的对话当中来看呢，就是说你为什么独自到这里来？所以可能从大卫离家开始逃，然后去见约拿单，到目前为止都1个人。
那这个亚希米勒可能还不晓得扫罗要杀大卫，或是大卫逃跑的事情，所以他就很单纯的问他：你为什么独自？而大卫在这里呢，也编了一个借口和谎言。好，那这个谎言呢是说，我奉王的差派到这里来，因为王告诉我不可让任何人知道他此行的任务，所以就是大卫说他在出一个特殊秘密任务，没有人知道。那他现在也必须要他的其他的部下呢已经到其他地方去，所以大卫所以他来见亚希米勒，可能他要先知道到底亚希米勒是选择站在扫罗这边还是不是在扫罗这边。那他就跟亚希米勒要了食物，是5个圣饼。那这5个饼呢，就是陈设饼。那这陈设饼呢，就虽然那时候还没有圣殿，但是有会幕，所以以利可能虽然约柜也已经被掳走，没有在会幕当中，但是这些祭司他们的服侍、他们的工作，包括灯台、香炉这一些，还是继续的在服侍。所以包括这个制作陈设饼，那就要摆10个的陈设饼了。那所以大卫要5个。那他想要来这个陈设饼呢，应该是大卫在肚子饿的需要。好，那这一段的记载呢，在马太福音的第12章，耶稣在安息日的时候呢，也有引用这个大卫要陈设饼的事情呢。因为那时候安息日，耶稣从麦田经过。那门徒肚子饿了，就摘麦穗吃。法利赛人就说耶稣的学生在安息日做不合法的事情，所以大卫耶稣就引用撒母耳记的这段记载，说这个陈设饼供饼，大卫和跟从他人不可以吃，只有祭司才可以吃哦。所以这个陈设饼本来就是在摩西的这个律法当中规定，就是只有祭司能吃。但是大卫现在呢，他居然来要陈设饼，要来吃啊。好，那所以我们那我们把这个马太福音耶稣引用这个例子的后面呢，结论是说，上帝喜爱怜悯，不喜爱祭祀哦。所以不将无罪的当作有罪哦。所以其实意思就是说，大卫虽然不是祭司，那他要求拿这些供饼和陈设饼是不合法的，但是因为这段被记载在圣经当中，所以犹太人他们也接受，因为其实犹太人明白这个整个故事的发展，所以他们也选择站在大卫这一边。好，那回到撒母耳记上的21章，所以这个祭司，那他就询问大卫，要吃这个供饼，除了祭司还有一个条件，就是没有亲近过女人啊。好，那意思就算是结婚，大卫虽然已经是结婚了，但是也不能够要保持圣洁，因为这也是祭司出任务的时候的要求。好，那在摩西律法当中，祭司要服侍要出任务呢，为了要保持圣洁，所以他们必须要让自己不能够沾染这些的情欲的事情。那第5节大卫就回答，因为他出任务，所以他确实没有，而且他的部下那也都有任务在身，所以在这里大卫呢，他为了要填饱自己的肚子，所以他就跟这个挪伯的祭司亚希米勒来编造这样的一个一个理由，好，那来填饱自己的肚子啊。好，那所以这个祭司呢，好，那他对大卫也有相对的认识哦。好，因为扫罗杀死千千，大卫杀死万万。好，那大卫的名声呢，其实连这个挪伯的亚希米勒也都知道啊，所以他就后来就把这个饼拿给大卫，而这个饼呢是已经刚好到了这个每一天要做这个新的陈设饼的时间，所以换下来的饼才是给祭司吃的。好，那这个供饼呢，刚出炉的饼呢是要放在陈设饼的桌上，好，代表是要献给神的。好，那这个陈设饼的意思就是代表粮食，代表上帝的话。
所以把这些饼放在上帝的会幕面前，就是要让这些话成为圣洁，而且还要再吃进去。好，接着再请敏媛带我们来读第7节到第10节。扫罗的畜牧长以东人多益，那天刚好在场，因为他到那里去履行一件宗教上的任务。大卫对亚希米勒说：“你这里有没有矛或刀？王的命令使我仓促上路，没有时间去拿我的刀或其他武器。”亚希米勒回答：我这里有一把刀，是你在以拉谷杀死的那非利士人歌利亚的。那把刀放在以弗德后面，用布包着。你要的话就拿去。那把刀是这里唯一的武器。大卫说：“给我吧，没有比这把刀更好的了。”于是大卫离开，躲避扫罗，逃到加特的亚基王那里去。好。那扫罗的畜牧长第7节，好，现在中译本是给他一个职称叫畜牧长，好，跟和合本一样。那这个畜牧长他的意思就是牧羊人的首领哦，就是牧羊人哈，这些有很多，但是这些管理牧羊人的人啊，所以这个职称呢，在圣经其他地方都没有出现过，那只有出现在这里。那这个畜牧长是一个以东人，以东人，那在有的圣经抄本说他是亚兰人，那这个他的名字叫做多益啊，多益哈，那好像在考这个英文的这个多益，那这个多益呢，他被留在耶和华面前，从这个经文上来看哦，就是不是他自己要留在那里，是他被留在这个祭司亚希米勒那里。好，那所以就有几种可能，一种呢是他想要亲近，但是也有可能是他沾染污秽不洁，所以他必须要在这个会幕前面，等到洁净的日子过了，才可以离开。或是他可能向神有誓约，他要做拿细耳人，那也有可能他是被处罚而被留在亚希米勒那边。好，那这个多益的出现呢，在圣经当中并不多，但是它的出现呢，在诗篇52篇当中，大卫的诗篇也记载这件事情。那这件事情呢，到明天的22章会更清楚的看到。好，那在这里就是有一个铺陈。好，那大卫第3个来见的呢，就是挪伯亚希米勒祭司。好，结果在这里呢，也刚好遇到了扫罗的臣仆哦。那所以当他没有说什么，也没有跟大卫但是他知道大卫来到这里。那大卫继续第8节，大卫继续对亚希米勒，他现在有了5个的陈设饼，可以填饱肚子，甚至可以带在路上，因为他这一路上可能要躲避扫罗的眼线还有追杀，所以他不敢明目张胆的去城里面去街上去要食物，他必须只能够偷偷摸摸的。那他要了饼之后，现在他要的是他军器啊，因为大卫从这个从这个米甲自己的家中逃出来，并没有是半夜逃出来，也见了这个撒母耳，见了约拿单，也没有兵器，所以他问亚希米勒手中有没有枪或刀。那这个要求是有点奇怪啊。那因为之前我们有读到，在以色列人的军队当中，有军器的比较精良的军器，只有扫罗王和这个约拿单才有，所以都还有专人替他们拿兵器。但是祭司怎么会有军器？但是大卫这样问，还真的有。那这个祭司的回答就是，这把刀就是大卫在以拉谷杀死非利士人歌利亚的那把刀。那大卫去杀死歌利亚是用5颗圆滑的小石头，并没有刀。好，那个刀是什么刀？那个刀就是歌利亚自己的刀自己的刀，或是替歌利亚拿盾牌的那个士兵身上带的佩刀。那大卫也是用了这把刀来砍下歌利亚的头砍下歌利亚的头。那这个刀怎么会在这个挪伯的亚希米勒祭司这边？好，那这也是我们可以回到17章来看到，就是
大卫在17章的54节，大卫砍下非利士人歌利亚的头，就带到了耶路撒冷，那把非利士人的军装放在自己的帐篷里面，所以有可能在那个时候，那被留在了耶路撒冷附近的挪伯，那所以这个祭司呢，对于大卫要刀的这件事情呢，他没有觉得很意外，反倒想起他还有军器在这里，所以他就把这把刀是裹着布，并且放在以弗得，就是祭司的圣袍的后边了，所以这个亚希米勒乐意去拿。那他也说，他就只有这把刀，除了这把刀，他连菜刀什么都没有。那应该还是有，因为他们献祭需要有这些处理。那大卫说，哎，太好了，没有什么可以跟他相比。所以大卫跟挪伯的接触，对不起，跟亚希米勒的接触，就是要了饼跟要了刀，这样短短的接触，那也可能考虑这个多益，就是扫罗的畜牧长，这个牧羊人的首领在场，所以就没有跟这个亚希米勒有更多的对话，所以那一天其实就是只有一天，那大卫经过了这个挪伯，那就离开，继续逃避那这是第3个，那第4个他可以逃的去哪里呢？那大卫还真的是无路可逃，所以他就逃到了歌利亚的家乡加特王雅吉那里。那这个加特呢，是在非利士五个首领的这个5个城市当中的首领。那雅吉跟前面的这些王的名字一样，这个雅吉呢，它的意思就是只有一个人，所以在加特只有一个人，那就是老大，所以这可能是他的名字，也可能是他的头衔尊称，就是只有那一位，所以他来加特就是找那一位，那一位就是加特的老大。好，那前面我们也知道歌利亚是加特人好，所以他居然去投奔敌人。好，那最后我们再请敏元带我们来读11节到15节。亚吉王的臣仆对王说：“那不是大卫以色列国的王吗？不就是妇女们跳舞时所唱的‘扫罗杀死千千，大卫杀死万万’的那大卫吗？”他们的谈话被大卫听到了，他心里惧怕亚吉王，所以在他们面前故意装疯。他们想阻止他，他就在城门上乱写乱画，让唾沫流到胡子上。亚吉王对他的臣仆说：“瞧，这个是疯子，为什么把他到我这里，到我跟前来？我这里的疯子还不够多吗？为什么又多带一个来，在我屋里疯疯癫癫的，惹我厌烦呢？”好，谢谢。那大卫无路可逃，所以他第4站就是来到了非利士人的境内。那因为扫罗可能派了全国的人要来捉拿他，那他来到这里的境内，那他的动机用意是什么还没有很清楚他只是来到非利士人的境内，那可能对大卫而言，他来到非利士因为他曾经割过非利士100个人或是200个人的包皮所以他想到来非利士还比较有存活的可能。那雅吉的臣仆就对大卫说11节说对不起，雅吉的臣仆对雅吉说这就是那地的国王那地是指以色列所以现在中文译本直接把以色列放进去原文没有。那这里讲国王所以大卫什么时候成为国王？可能就是后面这句话，就是妇女们唱舞的时候所跳的“扫罗杀死千千，大卫杀死万万”。好，这句话呢，就是大卫比扫罗更伟大扫罗是现在以色列第一个王，那大卫就是将来要接着做王的那一位。所以因为大卫又比较年轻，才可能10几岁，20岁，所以他就是接着要来继承王位，或是扫罗要把王交给他的那一位所以大卫来到了非利士人加特的境内那他也听到了这样的话。那这里有一段大卫的诗篇，那前面是多益是在52篇，
那这里是34篇，好，如果我们读诗篇34篇，好，前面有一个小字写大卫在亚比米勒面前装疯被赶出去而作这首诗啊，好，就是他来到亚基王。好，那这首诗篇里面，我们有很多我们熟悉的经文啊。好，第4节说，我曾寻求耶和华，他就应允我，救我脱离一切的恐惧。好，那第8节，你们要尝尝主恩的滋味，便知道他是美善，投靠他的人有福了。好，第10节，少壮狮子尚且缺食忍饿，但寻求耶和华的，什么好处都不缺啊。好，所以可以看见大卫真的是又饿，好，所以又孤单，好，他没有地方可以去，所以他才是被迫来到了这个加特人，好，来找雅吉。好，那后面还有很多的经文哦，譬如说，有谁喜爱生命，爱慕长寿，得享美福？你要禁止舌头不出恶言，嘴唇不说诡诈的话，要弃恶行善，寻求和睦，一心追求。这是12到14节。18节，耶和华靠近伤心的人，拯救心灵痛悔的人啊！一人多有苦难，但耶和华救他脱离这一切，又保护他全身的骨头，连一根也不折断。这是18、19、20，甚至20节也成为一首预言，预言耶稣在十字架上一根骨头也不折断了。所以我们可以再去看诗篇的34篇。好，所以大卫来到了雅吉的面前。但是呢，大卫因为听到雅吉或是加特人所说的，好，这是王，好，那大卫当然知道，那非利士人跟以色列人之间的关系是非常的糟糕，好，所以他就惧怕加特王雅吉。那这里的惧怕呢，并不是他怕这个人，而是知道他现在在这里呢，没有办法再多活下去，又加上大卫他可能已经几天或是一段时间，没有办法睡觉，没有办法吃东西，没有办法正常的饮食啊，所以他可能没有办法像面对歌利亚这样子，再去出征，再去出战了。所以大卫13节，那他就故意装疯。那他怎么装疯呢？他就是一反常态，在他们中在城门的门扇上面胡写乱画，好，那就是表示他可能还没有进城，他只是来到了城外，好，那就被人认出来，甚至呢还让他的唾沫，就是他的口水流在胡子上啊，好，那所以从这个形容也表示大卫他现在就长出了胡子，好，那这胡子也可能是因为逃难逃避，好，所以胡子长了很多，好，即便长了胡子，居然也被人认出来，好，所以跟前面形容大卫是面目清秀，好，清秀就是面貌光滑，是没有胡子，好，现在有胡子。所以雅吉呢，好，看见大卫，好，这个连口水这个胡子呢，对男性来讲，好，就是他们的一个地位，也是一个象征，好，但是他连胡子好都没有整理，而且口水都留在胡子上面，所以雅吉一看到这个画面呢，好。这里有一张图啊，好，这是应该是 AI 画的，好，就是大卫他装疯，好，然后呢，在这个城门外，好，然后在门扇上面，好，胡写乱画，所以雅吉一看，好，就是说为什么把他带到我这里来？好，那我还缺少疯子吗？意思说这里疯子已经够多了，好，你们还把这个疯子带到我这边来，这个人可以进我的家吗？或是说这个人可以进入我的政府，可以进入我的国家吗？好，那是对他产生质疑啊。那从地图上面来看，好，就是大卫呢从挪伯离开之后，他就来到了加特，所以是往西走，好，所以他穿越了以色列的境外，好，来到以色列境外的地方。好，那如果我们再继续读读这个撒母耳记上，读到27章，会发现后来大卫还真的又回来这个地方，而且他还继续在躲避扫罗，但是呢，他下一次再来到加特的时候呢，他不是一个人来，他带着600个人来啊，而且是来投靠雅吉啊，变成反对扫罗，或是选择站在敌军那里啊。那这是我们读到27章的时候会再来看到。
好，那我们从今天这段经文里面看见大卫他逃避逃难，第一个先去见先知，就是撒母耳；第二个呢，他去见王储就是约拿单；第三个呢是见的祭司挪伯。那也看见这是大卫他的这个，他不是先回家，不是去伯利恒先去找爸爸妈妈找哥哥那这里也看到先知君王祭司都是在大卫逃难的选项当中。第二个我们也看见大卫为了要保住他的性命，那他又再次的编了谎言昨天看到第一个谎言是他要求约拿单说谎说他要回去家来测试这个扫罗是不是真的要杀他。那甚至大卫不是祭司那但是他也来吃这个祭祀用的贡饼圣饼当作食物。那我们会看到以东人他出卖大卫，甚至在明天的经文当中就看见这个多益呢，他如何的来残害这个亚希米勒，不仅是残害亚希米勒，还亚希米勒的全家，甚至是这个整个挪伯城里面的人老老少少将近100个人，有85个人都死在多益的手下。那在扫罗的逼迫之下，那非利士人甚至是歌利亚的故乡加特都是大卫存活的选项所以先知君王祭司再来就是投靠敌人了那这也是大卫逃难当中让他非常痛苦的时候，这不得已的选择也是我们在读大卫诗篇当中可以看到的。我们今天分享到这边，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父神，我们向你献上感谢，在我们人生当中并不一定每次都是平畅顺遂，但是当我们遇到困难的时候，让我们寻求来你的面，能够来透过你的话，透过来到你的宝座，透过来到你的祭坛前面来寻求你的保护，寻求你的遮盖诗篇说依靠耶和华的人一样好处都不缺，要尝尝主恩的滋味，便知道主你是美善求主也让我们能够从大卫的经历当中再次思想我们人生或是我们生活当中所面对的挑战或困难，能够来依靠你，能够来投靠你。主，我们也将我们的困难都摆在你的面前求主禁止我们的舌头不出恶言，嘴唇也不说诡诈的话，要弃恶行善，寻求和睦并且要一心来追赶求主也用你的话语成为陈设饼上的桌子，使我们能够来领受，也能够来成为我们的生命的祝福。我们这样祷告祈求感谢，都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谢谢敏媛，谢谢大家，大家平安。谢谢牧师，谢谢牧师，谢谢牧师，谢谢平安，谢谢牧师，平安，平安，谢谢，谢谢牧师，谢谢平安，谢谢牧师，平安，平安，平安，谢谢。你手